你看还会转动哎，你看呢、哎呀，好厉害呀！这个飞机造型的，你看这个风一吹，你看哦，它转动了，就像飞机在起飞呢。这个也是那保特瓶做的嘞，很有创意啊。前面一个大的，后面一个小的接好。你看很有创意啊，这个风吹啊，哎呀，飞机造型的风吹啊，你看哦，那个风扇转的哈，哎，那个是风扇吗？那个接风扇的啊，哎，好像是马达加风扇哦，小型的马达加风扇的呢。哎呀，很有创意啊，做风吹做的这么美，嘿嘿嘿嘿嘿。哦，下营北极店旁边那个五城一公园，这么多种的风吹啊，啊，造型风吹啊，用汤匙的哎哈，只有用碗的哈，你看只要有受力点，还有一个转轴，然后它就会转动，你看造型可以很多种，啊，好棒好棒，还可以很多层呢，哦，还有你看水果的啦，灯笼的啦，直升机的啦，哦，直升机的也可以的，你看，哦，好棒啊，水上直升机，水果的啦，你看苹果、南瓜了，哦，还有蝴蝶的，蝴蝶的也可以的，还有很简单的2S 的，2个S 的，哦，蝴蝶的也转的那么好，哦，圆球造型，还有饮料杯嘞，饮料杯也可以的，你看，还有那个嘞，哦，螺旋的嘞，螺旋状的嘞，很有创意哈。